下这段时间呢，咱们来这个第4课。第4课为什么要一开始学的多呢？我是这么想的，一个是啊，咱这这些规则呀什么也比较简单，像刚才那一课第3课规则都算是复杂的，像这个第4课规则也简单，要也简单。规则简单就是需要大量练习的。我呢先多讲一点啊，你们这样有练习，你们想那个多练习的呀，下功夫的呀，就可以读啊写呀，就可以多练习。然后后边呢东西多了，咱们那个进行的慢一点，而且后边呢东西多了，可能难度也大一点了，咱们就再慢一点。所以今天呢，咱们再讲一课，后边这一课就是一个读的功夫，没有多大变化。第4课呢是讲到后加字，我前头说过，这个藏文的字是怎么回事呢？它每一个字啊，有正中间有一个叫基字，基础的基本的基，正中间有一个基字。然后呢，它上下前后可以加字，上边也可以加，下边也加，前边后边，后边有时候还加。这样的话，藏族字的最大的一个呢，一共有几个字母组成呢？1、2、3、4、5、6个字母组成。如果再加上一个那个元音，就是元音它不算字母，实际上要再加个元音呢，一共有七个因素，这是最复杂的字。最简单的一个那个字母就是一个字了，这就是藏族字，就是说它的拼音不像汉语拼音是从左到右依次排开的，它是中间有一个中心基字，然后上下左右呢来那个加字。但这还属一个音是不是？都是一个音，一大堆发一个音，里头就有一个元音，有个别单词有2个元音，那个情况很少的，一般就是一个元音发音，就跟汉字一样。现在呢，先学后加字。咱们看啊，这个第4课后加字，这个后加字它的呀都是比较简单的，对发音没什么变化的。咱们看啊，这个后加字呢，它这个前头介绍的是，就是说后加字咱们不管它了啊，咱们现在就是挑着那个有用的规则，咱们来这个学。看第11页，后加字ra、na、ma。各位啊，可以做后加字，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使你读的那个音拉长。这是一个。第二个呀，你看它那个第3行说，有时候发韵为日的音，就是这个读音的读书的时候，就是这个文人呐文绉绉的时候，这个如果后加字是ra，都可以带一个日。你比如说啊，他说这个。就是不影响其他不影响，就这么样。一个是读法，你可以把那个音延长；第二个读法，你可以把那个ra读出来，读一个日。咱们来试验一下啊。第一个虾，你也可以读虾儿，这就是好像读书读的比较什么野呀、知和野的文绉绉的就虾日啊。咱们后边再读啊，啪。虾，就是把这个字母延长一点就行了。所以呢，这个也不用太下功夫，不用太记。这个至于加不加日，这个呀，你回头就看那个就是他的习惯啊。我刚才那个没说一下，这个藏族话呀分3大块，3大方言。这个四川那一部分呢叫康方言，这个青海那边呢叫安多，这个拉萨这周围叫拉萨音，3大方言。拉萨音呢是这个它的普通话，像这个拉萨这个高层啊，就是班禅达赖啊，都是拉萨音。所以呢，学了拉萨音有一个好，就是跟普通话一样。你到这个安多那地方，到康方言那地方，他们都能听懂。但是呢，你听不懂他们的他这个方言之间呢，那差别还是比较大。要这个熟悉几个月才能够听懂。像这个带不带日，你可以根据这个就是他的习惯，有的呢他习惯带，一般的就不带，一般的你就延长一点就行了。咱们也读一下这音啊，也是一个是练习规则，再一个就是练习读音，要发音准确。牙马塔
下边呢是跟这个元音配起来的了，这个是粗所以这个后加字呢就没有多大影响，延长一点就行了。所以下这两个单词呢，就是必须得带出这个日来，就是它一个习惯。本来是可以带可以不带的啊。8日，第一日，8日照片，第一日是毛笔，这是这是属于这个习惯性的读法了，没什么道理。说这个你有时候呢读出来，说你觉得读出来是舒服，你就读出来，就这个日啊带出来都没关系。下边一个啊，后加字啊，后加字啊呢也很简单，因为这个啊它本身的发音是本身发音就是那鼻音所以用这个汉语拼音表示呢就是这两个，咱们前头呢汉语拼音加啊吧，这个就念啊，加加就念加就念它就光是这两个呢就等于汉语拼音往后加这个，你看这个，所以后加字要是拿，你比如说这个头一个它跟这个拿要是拼起来，就等于是它的声母是七，是吧？这个对，它这个如果要是没有元音字母，它就是元音是啊，然后呢加上那个啊就等于加一个这个汉语就是汤，所以你看到它就想起来这个，就是往后加这个就行了，所以很好解决。咱们来试试啊，汤，你看那个它跟一拼就是康，虾跟这个加一个那个韵母就成了枪，汤，忙，所以这个是很好解决。下边是带那个元音符号的，西加上这个你就直接把它拼成这个西，那个加一，然后再对，星后边有这个汉语拼音，咱后边这个也好办了，丁就等于把声母换成地的，然后后边星，其实这个别扭一点，但是你都能找到这个发音，问题不大。翻过来，18页，行，名，这个名前头有单词是吧？有没有啊？对了，名就是名，就是名字的个名，这名跟汉语发音完全一样，就是一名直译啊，名义，这个假名就是这个名，所以这个很好记。下边一个发音，对呀，这个变了一点，这个是日跟一拼是日，然后加上是人，这个汉语拼没有，就是等于这个呀，全都变成日，你说这个日一零，你自己可以很清楚，日一是日，然后零，回头自己可以练呀它是招了了，前头那个再加上
是黑劲儿，但是这个好像规则很清楚，你就用日一这个 z 跟那个拼起来，人。这个后边还有很多发音很有意思，跟那个咱们唱京剧的那发音似的。再来后边那个啊，这个好办，这个是行，思跟音，思音行。下边这个啊是跟写不就拼起来，就是如果不加啊是兔是吧？是兔加上这个通，就是这个就等于跟这个变成 o 是很相像了，很难分清。它俩的区别是什么呀？这个通比那个通稍微的呀扁一些，就这么个区别。一个是通，一个是通，开一点通，其实呢读发起音呢是没有区别，你就不必非要去区别它去，发出来呢都就这个没有那么微细的了。通，后第二个了啊，通，在下边冲，弓，你就等于是说跟它拼起来，它那个发音啊跟这个呀基本上分不太清，稍微闭一点，基本上，所以你就直接读上这个音也可以，就这个写不就跟这个啊拼起来之后就是发嗡，所以前边声母一加就行了。你看下边这个，它那个塔是发 t 特的音，这就是同，就特嗡，就前头你就加一个那个 t 就行了。同，下边一个同，再下边一个牛，这个娘的那个声母呢是这样写，实际发音呢你就发这个咪，然后再加上是这个乌啊是咪嗡牛，对，这个还比较好发。下边一个是孔，下边一个是跟 i 发起来，生，跟 i 发起来，你看那个后标题汉语拼 n 就是那个嘛，就是咱们汉语是所以生，佛法生的生，后边一个听，更，这个也好发。后边呢，腾是省，行，下边是跟着那个 o 发起来，咱们看啊，本来是扩，那就直接这回是嗡了，空，下边一个啊，葱，下边一个啊，孔，龙，同，这是这三个后加字啊，它就算是稍微慢一点。下边那个简单了，后加可以加麻加上后加什么作用呢？就是加一个那个 m 是一个就是不张口的，所以很就是你比如说第一个汤，这个很简单。下边汤，这个栏是道路，修这个叫上士道下士道，这个修到位见到位的道，栏就是那个中间的栏，拉跟麻合起来，栏就是道路的道。下边咱们再读啊，这个好读，咱们就练练就行了。心，
t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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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松松，这是1 2 3的3松，3是松啊，什么这个是松3，下边那个空胸同永是个敬语的母亲的敬语，就是他这个藏文里头啊分敬语，母亲妈妈，敬语，尊敬的敬，就是对上师这个就是尊者，这个有道德的人，尊敬的人要用敬语，永下边听不对了，是千是七千下边前，你看这个强，它是第3竖行的，在第1节或者自己单音节它就不变。说到这我忘了那个下课的时候那个谁孙颖问这个就是你们翻回到13页，就是这个爬不是第2音节要变那个声调吗？说如果是写不就，第一行是爬加写不就就是加乌的，它要变成不，就是平声变成不发声。如果是元音啊的要变成哇，如果是元音喔的要变成喔。他说若元音是一跟那个就不变就完了，就是剩的那2个就不变就行了嘛。这是让大家有一个印象，碰到具体问题的时候大家再可以看啊。现在还翻回来在第18页，最后倒数第2行啊，还是加这个后加字麻，空所以这样就是一个多读，看到之后能反应过来。你如果要是不多读，这样2个字母还反应不偏，你跟那个其他的拼呐这些规则你就顾不过来。所以一开始啊，咱们先突击几课，多给大家教一点，你们下去之后呢，一开始先下点步，先把这个字母啊反复的多读熟一点。你读熟一点啊，后边基础打好了就比较省力。读的这个前头如果多读呢，老看了句老对反应不过来，越来句越多，最后你就跟不上的。所以一开始呢，大家就是多读一下。那个周老师那个录音带啊，他为了把这个整个一课集中在一盒袋子里头，读的有点这个紧，读的有点快，间隔比较小。下边这个传统拼读法呢，咱们还读，这个很好听，咱们就是培养一个这个语感。就是藏族这个人呐，他们学藏语啊，不像我们这样不讲这么多语法，什么声调不讲这么多，就好像中国原来的那个老私塾里头一样，上来先生就是一翻书，人之初性本善，你就这个背啊，你就读啊，根本不讲。这个藏族也是这样，上来就这样来读。在这个读的当中呢，你把字也记住了，什么发声也记住了，规律也记住了，那么这就是传统的这个读法，咱们也学一下啊。它是2个字母分别读了之后呢，把它拼起来，咔啦咔，咔啦咔。注意第2个字母这个啦呀，在那个后面没有声调。如果不标声调是什么呀？是轻声，好像咱们汉语里头不标声的话就是轻声，它读起来就是咔啦咔。这个咔跟啦拼起来就是把那个咔声音延长一点，
咔啦咔，或者是读书音呢，也可以读成咔日。注意啊，咔啦咔日，就那括弧里头，你看咔啦咔日，哎，第二行，咔啦卡，咔啦卡，卡啦卡日，我读错了，卡啦卡日，卡啦卡日。调倒不能变。第三行那个呀，枪啊枪，枪啊枪，喇嘛郎，喇嘛郎，下边呢是不光是两个字母了，复杂一点就带个元音符号。注意啊，它这个呀，带元音符号的，它那个我先读吧。卡那若空啊空，就是他那个到此地已经把那个整个音都拼起来了，就是带元音的呀，他是把最后单词的整个发音先读出来，再来读。卡那若空啊空，卡那若空啊空，卡那若空啊空，卡那若空啊空。卡那若空啊空，啥些就数啦数，啥些就数啦数，他开过听嘛听，他开过听嘛听。这个再读一遍啊！这个读他这个培养语感，哎，常读这个很有好处。再来啊！卡那若空啊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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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那若空啊空。啥些就数啦数，啥些就数啦数，他开过听嘛听，他开过听嘛听，这个藏族小孩上课读起来啊，又好听又好看。这个盘腿坐在桌子前头，腰是来回晃劲儿特别大，知道都能看到。哎，读出来了，非常好听。这个藏文字呢，也是一个音节一个字，那个读起颂字来也是7个音节一个字，跟读个汉文诗一样，哎，特别好听。下边这个单词也好办，这个都很好读，咱们来练习一下啊。牙，哎，前单词啊，单个一个牙是这个。单个的，现在这个牙呀，它有点什么意思呢？有点这个在什么里头，在什么之中，向什么方向的意思。所以呢，牙向上。麻，哎，麻就是向下。你看这个，你记的时候啊，这样记，那个牙的开口啊，都是向上的，是吧？哎，牙的开口是向上的，所以你就说它是指向上的。麻的那个开口是向下的，哎，这个也不说开口吧，反正有点那个架势，哎，麻是向下的。这个呢，影响很多单词，很多单词里头加上牙就是向上，加上麻就是向下的。虾儿，哎，可以虾，是既是指东方，又是指升起，哎，它还有很多其他意义，咱们先记住个大概的印象。挪儿，哎，这是犯错误的错，就是把什么搞错了，动词。班儿，这两个是必须读日的，像其他的呢都可以，就像那个错呢就可以读挪，哎就可以。第7个这个啊，囊就是里头，这个词也用的这个很多，囊就是里头。像这个内道外道，内学外学，
囊，哎，这就是里头，就是内道，哎，名，这是最好记的这个名字名义，哎，空是他的敬语，他的那个不敬语是那个塔加上哎，这是这个他一般的他，像这个说的比较尊重的人就是空，哎，这是他。狗熊，卡班，我说过这个卡呀，就疑问的意思，怎么回事啊？什么呀？就卡。那个日呢是有点这个在什么里头向什么方向，这个搭呢就是一个名词词尾，哎，这样就说这是个名词就完了。所以卡班上哪儿去？哎，在哪儿啊？哎，这意思卡班。空错，上边刚说那个空不是他吗？这个搓是这个汇聚到一块。你看那个藏族的那个西藏地图上，什么错，什么错，就是这个搓，是错是下湖，那个湖不是都是那个水聚到一块，搓就是聚一堆，哎，聚的块，哎，就是，所以他那个湖都叫错，什么错，这就是那个空错，他们搓在一块儿，就成了他们了，哎，一大帮他，哎，空错。翻过来，康巴，这个呀用的也非常多，就是房子。你去那个西藏驻北京办事处，你看就是什么康，什么康，哎，就是什么房子，什么室，什么处，哎，办事处就是吧，就是房子。撒康，撒是吃。哎，撒是吃的那个作，康是房子，吃饭的那个房子，就是饭馆、饭厅。哎，撒康，下边一个铁扔，哎，今天，下边一个抢吧。马跟马拼起来就是抢吧，这个不要跟那个抢吧，还有一个抢吧，那个和以后会写强巴佛，就是那个弥勒佛译音就是抢吧，那个意思就是慈氏，就是慈悲的人，哎，强巴佛就是那个弥勒佛的那个像，哎，这个啊，上吧，我就说我怎么跟这上他混了，这个脑袋这个下糊涂昏了啊！对，是撒，对，散吧，就是我说怎么跟这强巴佛这个名字那个混了，赶紧区别一下。对，那个开口搞错了。那个他是那样开口，不过那个强巴佛的那个字母不是这个，发音一样，不是这个字母，它是另外组合成的。再后边一个农民是醒吧，哎，你读醒吧也行。你如果按照那个闭元音，这边就要闭点，就读醒吧，哎，这个呢不是太重要，哎，你读醒吧也问题不大。软平是卡当，哎，你看卡是第三竖行，它在第二音节的时候要变成一声，变成高平调，而且不送气，变成卡当，就是第三竖行这5个字母在第二音节的时候，永远不要把那个送气跟低调读出来，变成高调不送气，跟第一行发音完全一样，那就变成了大，变成了它这个的。卡当，下边这个你看松鸠，
苏木前边我说了是3，鸠就是10，3跟10放在一块就30，跟写这个汉字写阿拉伯那个数字差不多。哎，奇怪，这个藏族的这个1、2、3、4、5、6、7啊，不知道它什么跟那个阿拉伯字的1、2、3个非常像，所以你那个很快就熟悉。下边一个塞波，这个塞后边加一个后夹字然的，只是起一个延长音的作用，所以这读的时候就是不用太长，稍微有点长的意思是塞波，黄色的塞波。下边是地方是拢巴。如果我要是这闭元音后边那个巴也闭一点，就是拢巴。哎，今天这个就学这么多，然后回去呢，这到现在啊，咱们是故意的啊，一开始给大家呀，这个多给点东西，这样你们练。一开始呢，你下点功夫，有空就念，这个把这个就是练个反应，看到这个我能读出来，看到它呢，你看到能读出来，你才能拼起来，哎，然后拼的正确。一开始再多练一点，后边呢，咱们在课堂上也加强练习，这个藏文呐很好学的，那个我们都是这个一个。就是以后语言的源头都一样嘛，都是一个祖宗，原来口语都是一样的，只是这个迁移分开之后呢，慢慢的形成自己的那个方言。它所以很多很多跟汉语啊，都感觉很亲切，所以很好学的。你就记住一个多练，这是什么？时间还有一点是吧？你时间有一点，我把那个21页的那个练习啊，也让你们读一下，这样。就是给你一个印象，防止你到时候自己拼的时候啊拼错了。我这给你稍提示一下，就是练习的第2题，咱们演一下啊。他修永冲塞波忍通，这个是挺伤，孔巴，这个是苍妈，仰包，天巴，坦包，切胸，给大家就有个印象吧。回头大家多练一练，下节课来了呢，咱们还这个还来纠正大家的这个读音，哎，可以多按录音练。这个作业呢，就是2字读，哎，多读，而且要到那个就是分开段，就不要那个我一下读它2个小时。你有2个小时你就分开读个1刻钟20分钟，哎，干点别的，然后再抽空呢再读，再抽空再读一点，就没有问题。只要多读，后边什么语感啊、反应啊都在里头了。行了，这节课就上这。